你有冇聽過 BARF 生食法？有人話返自然，狗應該食生肉，牙齒好啲，精神都好啲。但亦都有人話細菌多，好易肚瀉，根本係都市神話。今日就拆解下狗狗到底啱唔啱食生肉嘅？生食係健康定係風險？所謂 BARF 全名係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Raw Food，即係生物學上適合嘅生食餵飼法，主要以生肉、生骨、內臟加上少量蔬菜、水果為主，目標係模仿狗祖先狼嘅飲食模式。生食支持者就認為啲狗狗牙齒係裂肉型，唔係設計嘅咬乾糧，而生肉更接近自然形態，去經加工。三咧，有人話狗狗轉生食後口氣減少，毛更亮，排便少啲，精神好咧。但係反對者同獸醫界點睇呢？唔少獸醫提出幾個重點風險。第一，細菌污染風險。研究發現，市售冷藏生肉狗糧中，高比例檢測到沙門氏菌、大腸桿菌、李斯特菌等。雖然狗狗腸道酸鹼值比人低，有助殺菌，但一來未必完全殺得晒，二來接觸過生肉嘅狗口腔、舔手、糞便都有可能污染環境，對小朋友、老人、免疫力低嘅家庭成員構成風險。第二，營養不均問題。好多自行自製 BARF 餐單未經營養師設計，唔係缺嘅就係磷太多，導致成長期骨骼變形或者腎臟負擔加重。第三啦，骨頭危機。生骨唔易斷開，但係啃得太用力可能咬崩牙。熟骨就更危險，會裂成碎片，甚至刺穿腸道。但係講返轉頭咧，有研究比較 BARF 狗與食乾糧狗嘅牙菌斑嘅情況咧，發現咧生食組牙齒確實清潔嘅，牙石少咗，亦都有狗狗主人報告生食後皮膚痕癢問題改善，便便穩定。點解會有啲兩極意見呢？其實重點係生食法本身唔係問題啦，問題係執行方法同狗狗體質。咁如果你考慮轉生食咧，有幾個實際建議咧：一咧，揾獸醫營養師幫你設計餐單，係計好比例。唔係得快生嘅扒就搞掂。二，嚴格處理衛生，包括冷藏溫度、處理環境，狗狗食完之後咁清潔。三，唔好硬食生骨啦，特別係細型狗狗或者有牙齒問題啦，寧願改用磨牙棒或者酥骨粉。最重要啦，唔好因為人話有益就亂試啦。你隻狗有啲腸胃敏感，有啲慢性病，有啲免疫力低，全部都係要考慮噶。總結，BARF 生食唔係邪教，但亦唔係萬能噶。做得啱，可能改善身體狀況；做得唔好，分分鐘出事，唔知點解。狗狗係你屋企人，但佢唔係狼，佢已經喺你張床上面瞓咗10年。自然飲食係好事，但係現代科學可以幫你行得更穩。下一集咧，我哋會講狗狗可唔可以食人食嘅，食葡萄、食洋蔥、食番薯，到底邊啲係健康，邊啲係毒？記得留意。